即马因应所谓学习，这婚姻管府是家己种2亿的经费。今年6月开始，这县立的高中、国中、国小的教室，拢要开始装智慧黑板，拢总要装2100台。这嘛是全国第一个扩大使用智慧黑板的县市。老师的黑板写字，但详细一看，拢无分别的粉尘咧飞，用倒无同直接切掉，过当当做平板的教学平台，为着云林县内师生会当有更好的教学品质和设备。文管会将全面第一学校增设智慧水洗黑板，可以减少比较大的粉笔会的落成这样子的分量，所以在使用上会比较方便。而且其实它搭配中间的萤幕使用的话，萤幕又有白板功能，所以我们可以切换着使用。它比较不会有触控实质的问题，可以很及时的显示出笔迹。文管会表示，因数位化学习，文管会家己装2亿外经费，将在休热期间，针对县内高中、国中小，总共185间学校，安装大约2100台智慧水洗黑板，卖全国头一个扩大使用智慧黑板的县市。运用智慧科技的这个技能哈，那我们的学生呢，也在这个学习当中啊，提升他们的兴趣，也提升他们的效率啊。所以我想啊，水洗式的智慧黑板呢，对我们孩子来讲啊，在整个教育上面，我们又往前迈进了。会利用在到9月开学之前的部分，结合当地的厂商来完成这一次的一个任务。教处就讲，为了老师对智慧水洗黑板会用较熟手，休热期间卖来分配办理教师研习，全县的老师拢需要来上课，希望这套智慧水洗黑板发挥上大的功能，提高教学成效。记者王文报道。